每么带在每么客栈，能客栈什么话？行渔民的都找能客栈什么话？那个今后做这微博草叶，今后做这做这耶稣恩解命点9、8节，耶稣恩解命点，命点9、8节，9、8节。9、8节，面祷告讲，微波草叶，今后做这耶稣恩解命点9、8节，9、8节。微波草叶，今后静心，做这耶稣恩解命点，过去点，解命就是过去点，解命点9、8节，趴下8节，趴这不是个八吗？八。微波草叶，今后做这耶稣恩解命点9、8节，8节就是趴下。要煮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。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。